最近高温炎热，台北市动物园来证实，园中的这只马来貘，伫前一天不幸来过往，来听动物园的说明。就是它整个病程的发展，其实对于我们的兽医来讲也是艰巨的挑战，因为病程发展太快。它17号就完全不吃东西，你要打点滴也非常的困难，那甚至可能动物会有点小喘。 好，但是呢，17号也帮他打了，比如说降温的药，或者是有一些抗生素都上了。那没想到到昨天18号，就是更是快速的，等于又发现动物可能喘得更厉害一点，现场一定会通知兽医，只是兽医来，可能根本还来不及做更进一步的什么治疗的时候，他在下午2点多就停止呼吸心跳。 马来貘到底是不是因为潮沙热衰结来死亡？讲会等到明仔早起，台兽医团队来解剖了后，才会当确定。不过，根据着马来貘的保育员来表示，其实顶礼拜六开始就发现伊食量减少，所以甲伊为户外园区刷到室内，嘛有请兽医帮伊来煮抗生素等等的药物来治疗。但是2天后病情是大变化，刷落来。 昨就听伫个水池仔边，已经无法度徛咯。兽医甲灌肠、甲降温、甲抢救无效，昨下晡的2点外左右确认死亡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